来看立法院今仔开公听会，邀请医疗跟法律的专家，将对数位医疗发展条例草案提出建议。有基层的意思是认为讲，稳固医疗的对象该进一步来讨论。另外，针对病人的健康资料、资讯的安全敢有够咧，这拢爱斟酌。新冠疫情了后，加速通讯医疗的发展，医疗界对修正通讯诊查治疗办法乐观其成。不过，基层诊所也是烦恼讲，医疗分级会乱去。认为下用的对象应该爱限定偏远地区的病人，或者是居家医疗整合示范的病人。通讯医疗机构嘛，应该限制是诊所或者是地区的病院。所以我们就应该限制在诊所或地区医院来实施，因为分级医疗的精神，它稳定的慢性病本来就是应该在诊所或是地区医院就诊嘛。医学中心它的任务就是急重难寒，在现行的居家医疗或现行的医疗环境之下没办法解决的问题，我们再考虑到这个通讯医疗。基层医师指出，通讯医疗无听诊器甲现场的观察，关键的症状可能会绕高去，袂当常态来使用。另外，在个人健康隐私的保护甲整合利用的方面，治安敢有周知，嘛正做讨论的焦点。18条里面，我们有列出很多的目的外的一个整合适用。如果这里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定义的话，那无谓说对于这个各自的目的外使用开一个大后门。健康资料、敏感资料，它出去了就是出去了。那资料滥用其实比资料外泄更可怕。通讯诊查治疗办法卡关要1年，高达也无完成公告。有学者认为讲，数位医疗以人为本，面对面的温暖医疗也是有不可取代性。所以未来实施了后，建议先为地方小范围来试办，而且做好第三方的监督，随时调整甲修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